好长的时间啦吼，咱无法度选择人去投入啦吼，也哈，咱有机会啊现在吼，来我要做的事，来过好做的事吼，也实在有认真。对马嘅鲁某做喜事，发展到亚下有生意间关系企业嘅围棋集团总裁钟吉安，就算早就冇伫现场座位，没几多年冇行业品管铺，不过对所有嘅流程还是真蛮熟悉。意思诶就是佢用时以红红陆陆神做过位，随手拿起嘅材料，以你哋关键讲，也系用啲金耐烘新科技产品烘，就是爱用嘅态度同精神，钟吉安。拍出作打造出自家嘅天子材料王国。做个专业要人家那个行业哈，你讲俺离咱们做小池塘的大一样，咱还呢等于讲一个产业的个双游的那个零组件的加工啦哈，提升俺这家产品某这家品牌，故所以变讲俺等于讲同人推广，一个领域归细哈。可能生意也唔免讲创业嘅安太创安太生意，当然伫个领域里边有法度做领导者或者是领先者哈。俺因为讲一个就讲啊哈，伫一个领域方面里面哈，你会拔头头筹了啊，你会永远不会被别人取代啊。退伍过后嘅钟吉安同业者家嘅300个月，就对米农送到台北打拼。条下马伫新力公司做研究开发工程师，又参加台湾第一台纪念电脑嘅机械设计。6米转做采购生命年，40岁嘅伊因为得到伊个贵人嘅鼓励跟牵绳，决定爱自家来创业。最大同埋最大帮助嘅，都有个徐章南先生啊，因为我出来做行业，当初嘅背景同今嘅产品无相同哈。啊，出来做行业，都同伊做等于同行啦。啊，伊今年以学人20年的功夫，伊无条件教俺们吼，同俺们牵绳吼，当然也对俺们公司有几大的帮助安尼啦。后来最先设冲突提这你那一个平面吼，这公司也无多少吼，俺这做的差不多1年人吼，就用也机器啦吼。有这个材料啊，等于讲提家用安尼吼。做1年人公司有一个规模吼，俺就让办开伊个年了吼。对做采购到一家创业又从头做起事，伊咪唔会惊，就是认真又勇胆，韩国人真好。这样时，已经40岁嘅伊，生来变到几代子，佢强嘅重新出发。支撑员工吃到伊，食材规模简单。他等于说，一个40岁的人要向一个30岁、20几岁的人去鞠躬、哈腰，然后去拜托，我觉得这要有相当的能耐，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得到的。他很急，会急着到，但是人家下来他就不急，他就有那个耐心，慢慢等客户下来接见他，甚至于到过2个小时，一通电话来，哦，我在忙，下次再找我。他也不会生气，就好吧，走吧。咱家的规模也唔大哈，故所以太公司接单的哈，有一点的困难度安尼啦。家俺人去太公司，因为俺公司名声唔免过太，叫着采购还把无限咯。俺俺落尾电哈，还把伊电到2、3点钟安尼啦吼，就感觉讲哦，会讲啊做生意，尽快做安尼啦。下面那个离型纸，这离型人家可以去加工中啊。出台几3万去签新的订单，伊咪为古道公司米伊的部门，认真打拼，调到米红色伊嘛杀种猫，就安尼将一间新公司的名声天天内打出来，生意没见做见态，还一类去干创伤建立关系。他自己什么事都要做。
就是人家台语说的“学校长兼共经”，当外务、当业务，还要送货，还要开发票，哎，什么都做。我坐在位也房间迄时间啦，唔係大間啦，以為陣公司人又少，安尼，所以也係能係最先創業嘅辦公室哈，有今日過來有安尼感慨萬千啦，以前安勢啊緊。回到第一間也一家辦公室，總結完面去創業家下遇到嘅困難，從喺惡棍出貨。一般唔拄好，搬加工機器匆匆削退數字風嘅一袋牛，也對標題天貼條路來創業嘅伊來講，直到鬼心酸。用做調價未必做員工還夠辛苦呢。安溪嘅醫院嘅醫生係我朋友啦，伊就難捱啦。伊講我冇做調工，條路是好好就好，就出來做個咩安泰港啊啦。那時候我談起來。有一點灰心，有一點後悔，因為該通了嘛哈。但是另外一個負面的給我們鼓勵啊，我就覺得說，俺出來做條路啊哈，那個辛苦我拄到啦。人講個有事業嘛，冇事都冇業啊，所以佢啊，俺就雖然該通，仲係要加強俺的決心咯，俺條路一定要做必成功嘅。韓國嘅米鋪腳路草樹也是呢。1995年，張創業條下馬，讀到日本版生態系統，規劃幾年了，就卡啲名古屋嘅港口唔得到台灣來，也好點點嘅運氣，好在以貴校邊口同先前做研究開發工程師嘅經驗，將順勢解決。佢後有差唔多2-3張嘢啦，就因為太啲同意要整理整頓，日本嗰邊就冇法度生產，還個冇法度出貨。因為我喺研究開發第一樣嘅東西用來就為嘅新人冇影響，當然外觀當然設施冇相同嘅，我第一樣嘅係用嘅機體地方老闆看唔到東西，所以我就頭腦嗰個一通啦哈，都請人嘅那個R&D就是研究開發的人啊，我以參使用啊其他料啊哈來代替俺日本人飲到幾種料啊。總結完創業第4年，台灣五太廠開始做1級面板，而係供應商每天等愛轉型，認真看準工田未來嘅發展，以計價投資500萬元，企業1年嘅底度調一間無塵室，6米3年規劃體，也本錢國家就衝到歸來，出台運輸法和困難處，以歸有牙根嘅決策，先搶到勝利，抵同樣好徛頭期。我哋一條設立廠做模擬做安尼設計，我就開始來投資做第一間，就我一行業嘅安尼個無塵室，叫佢生產規模有冇問題，做生意也冇問題，所以佢算幾辛苦啦。所以嗰度人工就會講調價，因為我做下東西安尼啦嚇，結果同人講行業邊方向行得錯嘅安尼。一般公司轉型成功嘅，企業家單單路會用錢賺錢，滾手滾業實忙控太重複。不過總結案堅持做生意，無話跟人加錢，請用自家嘅錢來做。因阿講係將客家保守文創嘅精神發揮到至極，對公眾一台機器買嘢又加買一台，多關係企業開業又再購開加一間。雖然唔係國家來講，不過下下愛意思自家。因為對條下馬嘅建設公司發展到今，唔但將喺台灣，連中國大陸加起來，總共有11間公司嘅大集團。我按多間公司嗬，唔係講1天2天嗬做，都按多間公司嗬，第一間開始做，按做差唔多在前第2間、第3間安尼嗬，慢慢嚟擴充啦嗬。我因為我個人嘅觀念嗬，我可能把客家精神嗬，我都有經驗做經驗嘅生意嚇，基本上我就唔會擴充信用嚇。所以我做生意當然一次我對銀行嘅借款啊嚇，一次我就冇去申請安尼啦嚇。等於講即個持有嘅資金嚇，從細運作到今安尼。公司經發展，
因为知道做条路当年土马实在过唔拉力，所以开始培养更多的人才。香港公司设定做员工的梦工厂，我也有机会好发挥。来到也无论是男女老嫩，是爱很大饼，就有机会将梦想可实完成。我第一间公司嘅这个做业务，从头到尾全部这个做嘛吼。后来2-3年发觉讲，一个人能力有限，都开始想讲，还没有copy T2年啊、T3年啊、T4年啊，吼用一个有能力的人吼来管一个公司。他常常跟我们讲，学历不代表什么，他看的是能力。那只要你愿意付出，你今天进来，不管你是会计、你是业务、你是制造出身的，他都愿意给这个机会。只要你有能力，他会让你去有非常大的发展的舞台。当初我对自己不是很有信心，但是总裁就给我一个那个鼓励的话，伊讲戏比卡徛久人诶，你唔免烦恼。他就是总裁，张先生那时候就说，戏比卡徛久人诶，你就走，这北向我甲你讲。公司提供这么好的一个环境，好不会说因为我们年轻，我们是女孩子，然后就是我们就是丧失很多机会，并不会。就是因为伊唔恐怖，过很高人，待人很够带心。伊过3批嘅讲，演系团的特色就是对基层人员都主管，将来唔提示去别间公司请人来。因为面到我用嘅人才，用嘅一个干部吼，我自家培养啦。根本你可以去同伊话过来，可能像个后年伊冇可能会本当时人话做啊。也都挨一次讲，我哋公司包括嗰基层嘅嘢度，總經理嗰度，我全部要同人講，一種嘅信任啦，相信這家用人嘅員工，年復年就唔用，用嘅人就唔會年復年。也經營方式係100%間錢做錢不用下去，尊重每個人才嘅專業，培養出嚟每個專業經理人，13年負責一項，就像係關係企業嘅調價。豐盛嘅發揮自家嘅能力同才情。每間公司有個總經理哈，喺處理全部公司嘅事情啦，包括從財務、人事哈、生產、銷售哈，等於100%嘅調價啦。因為我經營嘅角色哈，同其他人可能冇相同哈，包括講啲因嘅指標全部係總經理嘅數哈，所以因為講伊出去做調價也冇必要嗰好。因為實際上，伊提案公司都等於調價，因為調價從來唔會來一沓事情，也唔會來管一啲乜嘅人事啊、財務嘅度啊，反正係因人地步，我就看報表，我從來唔會指定咩個按樣去經營。基本上喺公司有賺錢，我基本上都冇問。充分的授權，然後那些人會覺得感恩，然後他會付出他的全力去為公司創造最大利潤，這樣子。所以是一個很良性的循環。伊會按用心對員工，就係認真，伊總係將心比心。面上去，伊會結結聽出來創業條下馬嘅想法，所以伊想愛創造更好嘅工作環境，愛每13年都有也自家嘅舞台好發揮。安尼就會加伊嘅處數，少伊嘅體驗。人嘅能力會因人嘅成長，所以人嘅能力成長。而同樣成就、同樣收入而成正比，係聰明的人啊，而唔係一生人像同賺錢嘅啊，要得到不應該的回報啦嚇。所以也就有啲人到一段時間會可能也會出去尋這個嘅條路啦嚇。人講人往高處爬嘛，當喺根本嚟講營造一個環境，等於講可能會變成我出去做條街，可能會按競爭對手呢，變成按有個領域比經驗，變成說納入在我們集團裡面，我嘅想法都講，安尼人才，這樣唔會講有流失安尼。他是一個很特別老闆，他不喜歡畫大餅。像一般老闆來說，你5年10年後一定會有什麼成就，他對每一個專業人從不講這個話。但是5年10年後，我覺得好像現在存在的專業人都有得到他們要的東西。公司員工傻傻的心都向等調價，集團10年、20年都見，還唔前出現第二個做一個業嘅調價就看得出來。
就会印证以國有同仁無共用嘅經營理念同用人嘅原則，我公司員工上網做就得得到依規得的，伊一家咪係對兩手空空做喜事，做到佢有安泰嘅成就。也叫做人講田園路咪嚇，人生啊，另外一個境界啊，都講眼同太自然接受啊，走到原來小的時候的我嘛。總係適應什麼樣的？我特別合作曬啲事，也係嘅，片片，也係嘅哦。廿年下主已經嘅初中同學約束好，我向下歸去好教看看啦。好個人多年來去過新嘅嘢，全看唔到辦事落好教嘅重要。不過第二嘅點日咧，係用嘅韓國話，而行係全機都弄死度空，因為有初中後頭係用母子換嚟嘅。所以你個時就可以互相有情感，我係講做嘢嘅語錯啊、偷錢啊，一個語正常，哦，我係考試都講嘅，你英語考唔到啊10多啊嘅，係影響佢們嗰種冇嘅丟到過啦。那時候讀前幾名畢業嘛，考到民農初中又改歡喜，當下註冊嘅冇嘅，真冇錢啦。按到兄弟姊妹搶下鐵嘅考到初中嘅啦嗬，全部加亞姐嗰度加小學畢業嘛，嗰歡喜又嚟讀緊嚟啦，冇註冊，哦，我即家差唔多幾個貴人夫嘅，然後我媽媽就要拿錢幫佢註冊，又要同人家，沒嗰多錢啦，當下就冇錢啦咧。講到讀初中家下，大家一定好會發通，也到送嘅發家嘅同學，從係軌道站子呢上市，只是寫呢些阿哥位，講到條白條色偏動嘅情形，也是這個總結案，以下就規定。等你天時寫下哈，讀下過去，一堂都過來，就讀咗少少。一堂我當當有呢。我錢咯，錢咯，唔一樣啦。佢冇乜嘅，都高麗菜糖嘅咯。高麗菜嘅米索，高麗菜跟那個米漿糖，都係嚟講係都係嚟用有係確嘅。我嗰樣冇試過糖嘅我哋。有啊，因為我冇嘅你們啦。冇錢買啊，而家冇錢買。誒，要買嗰咩？一係傻皮啊，冇錢買。係啊。嘅冇錢嘅人都冇買哦。冇。做生意嘅家係總結案，路卡貴苦，係蔬菜係林木橋嘅貴油體。不過因為呢本書嘅阿公時代就係啲嘅，所以有使用權並冇所有權。60錢仍係喺啲毛料嘅度，一直到民國48年，87歲在毛料嘅本太水大鐵張喜高。韓式我哋全部因為上下人也環境貴苦嗬，有幾個兄弟姊妹有冇需要一個旺旺嘅面床？啊，那個人講啊，那個通鋪一樣嗰種嘅竹頭做嘅面床啦。啊，嗰個冬天都係改寒熱，因為一個風嗰度會傳入去啊。嗰所以韓式而家做嘅衫褲也冇幾人好，韓式冬天睇就感覺落個辛苦嘅呢。強國人家嘅生意呢，總係特別乖、特別曉得。對伊來講，一下想到韓式家下唔係搞了。係種牛、米豬嘅松山作肉嘅，還有種野種雞來聽大家風，係一團骨堅心無限的熱咧。因為韓式佢苦咩嗬，要不停拿手嗰度啊嗬，太熱，我即係嗰度喺波山鄉啊嗬，嗰片嘅地方啊，人講個大拿都把整地變成比較平，就種番薯嘅，冇就種樹樹。嘅嗰啲大樹因為係能夠農作物啦，嗰一上一山嗰個樣，係，嗰初中嘅就有2年啦，都幾乎有限嚟做山上作肉嘅安尼。讀初中幾耐就可以種牛啊，因為我爸爸做牛買賣生意，佢爸買牛咧2-3隻，有大牛有細牛嘅，講我帶出去牽牛出去運藥啦，個牽牛食草安尼啦。
也去做以前啊，人讲做山东的手把，啊，所以糖下嗰度有洗骨啦、洗乜嘅啦，永遠都鎖糖下呀。雖然初中出業尾就離開米農，唔是苦苦嚟總結案功夫寒吹，但咱們所多嘅做本大家看，以此是負責嘅事情。咁嘛，做嘢睇做一個睇記，個通水兩個睇，哦，啊呢個台灣世界也都很多水間啦，啊都一期教育期，教育對教育，一直教都蠻落卡，啊一個東西人都看入順嘅啊，係吧？風吹草動啊，乜動物啊，就會也都就係啦，就係水咪浸咯，就會騰水，啊騰水，係吧？上個班啊，係順水啊，伊都較冇水用啊，嗰種係係最辛苦嘅工作嚟啦，因為他們也唔敢來，所以係需要會就是又唔敢講，就不想去這樣子啦，啊唔過都較冇水，因為冇嘢做唔得。按到生活經驗也還沒起來，有過豐富嘅印象，咱那做對講嘅伊很細年嘅家下主要嘅生活環境。所以，伊對植物、對山啊、對故鄉，就有過深嘅感情。每篇有嘛嘅推得咧，你讓那年嘅啥事情，第六位代表上升南面嘅伊，作為伊嘅家庭，伊對古到故鄉，去移動一家嘅屋嘅。俺日本嗰個球場哦，也設計嘅風格啦，都同埋以前當年啊，吼，用紮嘅搭配吼。親情嘅吼，嗰個都地記錄下來，嗰個裡面即個前面嘅啊，因為前面嗰句啦吼，嗰個我以前都問人嗰用一個設計師發出來，吼，發出來伊嘅特色都講啊吼，個蛋糕板料嘅吼，嗰種係米濃嘅原料啊，太子料嘅蛋糕啊吼，就留有米濃原料嘅那個蜂蜜啦吼，安尼睇嗰個反映埋咧米濃以前啊。全部種嘢咧嚇，啊見嘢咧有嘢看唔到嘅係嚇，所以做兩樣嘢係米擺就會過來看啦嚇，從頭到尾嚇，家真係夠用心啊，為了要改。像我們進來蓋這個房子的時候鋪地板，他就是很認真的在學習。現在他地板他什麼材質他都懂。像他之前我們在台北的時候，他種蘭花，他就會買葉刊來看；他養魚，他也是會看那個書。他做什麼事，他就會很認真的、很深入的去了解。他的個性就是這樣子。總結案認真好學習的精神，並且發揮第一歸有興趣的事物方，出題這個設計部嘅歸好出部的伊。和發揮櫃台嘅精神規劃體驗，一來嘅喜好最新嘅東西，冇一家停時推唔到。體驗布置一個學問幾層啦嗬，喺最上層嘅功夫我都講，我都給佢從誒每個種嘅打開，看出來就係一幅畫，嚇啊不同的畫嚇，當然嘅眼力磨合都達到嘅那個境界嚇，唔過。當我哋需要嘅東西啊，總係我哋每看得到地方哈，啊，我每心情就會改好。這個整串，這整串都很漂亮。行啲這個打造嘅夢想中演，那講一下嘅日咧，就係名花名草，圈圈嘅看燈花，草尾樹尾同牆吹果子，上到暗漿，開到暗鬧。也是這個滿足，唔單止係農作物的蔬食，自家每次都歸有成就。張木卡其實咱打造風台空氣最好，啊，俺有種這個種嘅水果，即蔬菜啦吼，有也密密麻麻見下來看下那個成長的啊那個人講成就感啦吼，啊，俺都靠種嘅冇噴農藥嘅，隨時可以摘都可以食。哦，俺也個都人講田園路嘛嚇，人生啊，另外一個境界啊都講俺同太自然接受，啊，走到原來小的時候的我嘛。九月上次一講華話，你咪習啦。爸爸媽媽教你講日本話，阿媽教你講好咯，
妈妈教我讲经验，我专门负责学法，反正伊同对方也都讲学。回到家乡过日的出体过田野，行经家乡的好山好水，每晚照伊就群看顾上帝姊妹的希望。漳州阿公的伊，也下一点的快乐，就是南顺的洋洋颂，享受天伦亲情。我常常说，你是一个好儿子、好哥哥、好弟弟、好姑丈。姑丈你知嘛？阮家的吼，阿哥。好爸爸，他都很会照顾他身边的人，把身边人都照顾得很好。他曾经说过一句话说，因为他们家以前是生活不是很好的，姐妹很多嘛，他们有7个兄弟姐妹。他说，他爸爸没有把他的孩子照顾好，所以现在换他来照顾他。按多年过后，回到闽南。也係以用慢慢的人生心情、愛情、親情和個友情，跟初中的同學在講上見面試飛，也係大家如果有興趣嘅，泡茶打醉鬼以外，唔但搶情鬼老頭擺，和交往的幾廿年來無相用的人生經過，同樣人的感情有幾層美。按多年過後，天美农中學那個60週年校慶嘅時節哈，過去嘅個很深啊，我唔信啊，睇花架啊，聽講見下咧做花架，奶奶點會做花架，係都肥講，我媽唔點會做單台企業家，係講啊，你唔係咧藝術界嘅創人啊，講啊，但你別忘了我係係咧沙皮太好嘅博士哦，因為。以很跳上每一個階段都有他努力的目標。過次來講係台灣唔夠雙語啊，咱們講雙語，因為講無奸不商，你像嘛開通的啦，吼買油的啦，吼買嘛個全部收押呢，即他們講的。但是一個是那人家一個企業家講啊講吼，他家往安尼從正面的方向來行，吼，個他家有假使事業經驗有賺到錢，他家就比安尼。家鄉嘅出力，變那一個人家係你負面的高才，人家係你正面的高才。真是我根本做總裁會成功啊！真係感謝啊！人家阿爸阿媽啊，本來一個辛苦嘅環境，人家很細讓我過3萬，讓我講啊出去打拼安尼。過慢嘅時間，人家慢；過急嘅時間，一天都急，而家路線每一段要從你設計一個好，靠人樣嘅去體驗講，我用乜嘅速度，我用乜嘅方式嚟克服而家嘅賽道啊！喺啲台北大表家下，伊就過好難巴，路卡總會變幾阿盤，也係以自在嘅啲發揮當中過日的。萬年的難法係以研究幾廿年的心血，總結案當當去到泰國前特別的品種，培育出無看過嘅難法，對好欣賞到自家種來賣，伊係同專業的農民結合。因為我唔係農民。我會讓是人專業的去種嘅，人嘅殺菌樣嘅種，人嘅成本樣嘅控制，當然一種東西是我嘅專業領域以外的東西嘛。踏入每個領域，你就要教協會嘛。當初嘛，想同要交嗰度學費嘅啦，見要慢慢的摸索，加上俺這個頭腦，俺這個會痛，管理方面那個的，佢慢慢的要更成熟嘅。咱們聰明。咱們聰明，也講也聰明，也個錢吼，嚇你應該講安尼鬼有道理的事情，分析嘛比道理比談吼，伊鬼容易接受。一般人吼做太條家人吼做乜嘢吼，裡面都係吃過上工嘅咩？你講翻係不甘心到嘅吼，他以為鬼國子我走去個鋪書來行，但是像你知識你該講乜嘅吼，面對有道理，伊去個，伊雖然心對堂都會冇講乜嘅，但是以為天天嘅會，而且會賺。me no himo
11岁或1岁，一直都是爱学会一种乐器，随手就演奏会出一家甲100曲。安尼想做嘛个歌位就做得出嘛个歌位，所以总结案决定爱好小提琴。俺上个唱嘛个歌，上个弹嘛个歌，俺这个放起来安尼弹下呀吼，又想一首俺上个唱个歌的吼，就俺人生一个阶段啊吼，爱好个东西。6年前，唐岛繁年协同小提琴家林泽良的演奏会过后，伊就决定爱好小提琴，完成4年家下的梦想，来补调把因为生活苦，无办法接触到的音乐世界。很细，冇一个环境冇人学，哦，一个音乐对人讲，很细讲人讲是一种梦想啦，也没有可能去接触这种东西啦。当今个人各有时间的吼。上爱就讲以前我哋很细，上爱学嘅东西，上爱去接触嘅东西，冇机会接触。竟然有拨出一个时间吼来学，我哋很细嘅遗憾哈。总裁说一句话，就是说要学就把它学好了，不是学好玩的，要学就把它学好。那所以说他在家里他就必备了2把。1把在室内，1把在室外，这样随时他可以看到这个东西，可以随时去上手，就是去练习。等这个实体目标过后，就会雇佣新批好，就算大细嘅，还係做呢模范成用嘅，3萬配樂譜，還個來氣，就算會見重複。每冇沉聽，條下嘛正好2整年聽聽，伊就第10團20周年嘅聯拍比亞家下表演呢。剛開始我就用一個老師寫簡單的譜，這個幫助我就腦子裡面有記憶，還有加上我們五線譜，我們也懂一點點。我們一般曲子都會教很久，那總裁他大概就是3個禮拜。3個禮拜就完成了，那就會有新的東西再繼續再學新的曲子，所以說他的曲子其實也學了很多了，不可能說3個禮拜就把它學得非常完美，不可能。但是他已經會了，他在嘗試新的東西，會比較有刺激，能夠有技術上的進步。總結案想我教學到的本點，講文歸文青，講法條有比比滾，清太休閒學嘅來小提琴，韓國運動方面，出太大23年嘅工藝富口，遺憾作為所有南美人的夢想4歲茶。其實我哋60歲啦嗬，同後生嘅當然無法度比啊嗬，唔過我哋嘅心啊嗬。要挑戰講啊永遠的年輕哈，賽車一種東西啊因為有各方面條件要打敗包括反應啦個壓力啊心臟要強啦也都一直可以講我哋會保持第一個狀態啊技術運動嘅魅力就會認為一下一馬嘅路條工槍槍，吃到會痛快。也就睇點就係總結案，就算已經60多歲嘅，還係這麼好4歲茶。我哋這是1天幾啦2天幾啦同屬土啊啲競賽幾啦係感覺到講我哋心中嘅嗰條安尼嘅煩惱啦有個人講講那個不如意啊就會講有一個解脫用啊。一當最高屬土嘅當然。人講全神貫注啦乜嘅事情我都冇都想，只有注意100%注意條線，注意人茶嘅安全同埋速度變好了也一下差，因為剛剛講心臟係緊跳啦唔過人跳太易我剛剛講
你总会得到那个解放感啦。爱过专心，爱求改革，展现出自信。大帮苏风作定嘅方向盘同店内幽默动艺，已整理出24岁茶家下体会到嘅人生哲学。当转弯嘅呢，眼头一天呢速度变下来，慢慢的转过去弯啊，一个眼比赛嘅速度就会慢过多。当然，一个个人工发展完一个下，如果有一条出线，扎满长嘅出线，嗰条线呢，都会本补时间啦。人讲头个照顾慢呢。也出现有机会很本头先慢下来时间不准了，所以那个赛道的设计也该讲就像俺的人生一样做条路嘛像咁样有时拍上帝当被你关上第一道门的时候，他另外还会被你开一道窗出来了，也可以比喻讲人生因为一段时间呢，刚刚人讲失败也落后没原因呢。各位上天还会留条路本行。伊还去上海参加法拉利驾驶总结培训课程，多多嘅重新学用嘅视察位，唔单枪提高技术，还够了解水茶运动嘅精神，并唔单枪追求加速，还会控制减速。过弯嘅时间，唔慢下来，短短嘅路线唔必然走过脚。当然，一转弯过后呢，你就会。就出去跑到路背，人速度两秒都会变过脚，所以该慢的时间硬来慢，该急的时间一天都急，而家路线每一段要从人设计该好，看唔样嘅去体验讲，用乜嘅速度，用乜嘅方式来克服而家嘅赛道总结完规定好下每100机会，无论系做事。讲你咧，冇就有限发通，用伊24年嘅人生经验练出嘅智慧同能力，对每一件事情当中都好会多东西，还用途人生路向。好长嘅时间啦，俺冇法度选择俺嘅条路啦，一下俺有机会嘅选择俺爱做嘅事，俺过好做嘅事。也要坚持嘛，也一直从俺嚟付出教小朋友嘅。付出也得帮助嘅资源，俺能坚持讲，爱适合俺面容嘅上人他继续来有安尼提供安尼经费也小帮能打下去一切都见许多几多几年嘅建设，总结完几感恩，希望对家乡有很高多嘅贡献。虽然几类基金唔系后生人嘅，不过伊有唔输后生人嘅行动力。作为咧民农之体，伊作为头一项事情就系开工厂，创造嘅几多就业机会。今安尼稍微有即以前几类咩民农一个好地方，所以我讲迄。能叫讲古来实创也叫做一个梦想啦因为韩时俺姑冇可能做梦也唔会讲，俺以后会做调教，会做总裁，会按到企业买调教呢也买古来都讲，应该投资工厂这个路卡办古来你如果黑白讲有美梦成真嘅感觉啦。因为这个伫路北大边30万年。如果了解从爱种嘅字体会有几艰辛，也下面农村期几18个员工，如果下班20分钟内听错几个都录卡。大部分的后生嘅伊都去高雄、台南、台北，过99公園嗰隻人過嚟面農安尼，過有一個機會人哋嘅，喐下下班咧，將喐下將捱到講喐下，阿媽阿妹按到說，過下班過去吃飯，過又卡有嘛事情就近可以照顧。其實這個對大家來說是比薪水待遇什麼東西，我覺得這個意義對我們更大。因為我公公他已經93歲了，哈，住附近。那我在這邊上班的話，我可以就近照顧他。老人家難免都會有什麼病痛嘛。那一發生什麼事情，我可以趕快回去。
因为美容这边很多跟我一样的情形，都是3代同堂嘛，上面有双亲要照顾，然后有小孩子要接送，那当然在这边工作的话，就有这个优点比较近。讲实际讲呢哈，你说按悠久，也譬如按照亲好的人才啊哈，那个学弟学妹啊哈，应该哈要向我们一道学长们哈学习啊哈，好好的学习，将来呢对咱的社会哦做个有用的人啊哈。能人就是能人，伊唔单将系种菜，对地方的付出，伊个像系一个亚太老阿公。除了每年提供民农的国小、国中各种赞助，像系学生的奖学金，学到图书资源一道，比民农故乡出批文化园设啲。地方的幼师因为天数无跌退，韩国伊做一道好心行为，未看得出伊做嘛嘅如果阿萨里贵有牙金。张总裁对我们的民农的呢，不管教育、体育、人文、艺术，也急难救助，出钱出力。伊对还俺民农也请人来的圣诞老公公，等于说有求必应。像伊这年哈，如果你讲买米一条哈，送本也对俺们低收入户啦，还有边缘户吼，边过个好年。伊其实还能做好事，唔要讲个也姑姑摸摸，过伊个民信任，吼，交代下伊事情的一个处理。今年高雄市记者明年6个亿，每寄付奖学金拨记者的学生诶。我鼓励韩国多位民农学生诶，学到一项技术来打造出自家嘅西马态度。以前俺还是当然也环境唔係向冇一讀，各種冇讀太好。俺哋一讀也咁副半工半讀，嚇。當個一種嘅讀書嘅環境嚇，一般人就認為講，也以後個慢慢嘅出頭嚇，因為假如對講成績個唔好啦，也係講環境個唔好，因為讀也咁副也係繼續教育人嚇。咁所以我鼓勵一條對象啊，都係繼續教育一條學生啊嚇。如果講現在讀技職嘅上工嘅技職也咁部嘅咩？啊係講仲裁講喺度嚟建廠學建做得冇？一句話，伊講好，伊明年給20萬。右外野手好唔好？6年前，教育係民農人嘅野球教練齊生命，會推動民農少年野球10年嘅培育計劃。嗰時總結案無家門按多馬嘅，就認真偏偏係民農人，就國際數嘅幾乎係100萬元。民農少年野球隊因為議案支持，而運作起來就唔是按多少。當我係記得以後，如果總裁今日係同啊賽跑啊啦嚇，可能萬人堅持個球啊嚇，因為我嘅理念成立嘅，也社幫都要成立嘅嚇，因為也要堅持嘛，也一直從我哋付出教小朋友嘅，付出到棒球嘅資源。我哋堅持講，我適合我哋民農嘅上前，大家繼續來有安尼提供安尼經費嚇，也小幫能打嘅下去啊。因為每擺出去比賽就會簽名，嗰時我哋要約好講啊，我哋實愛來長途賽跑安尼啦。伊講嘅錢啊，出去啊，出錢伊唔係講啊，想出來撇錢呢，伊愛長期來支持那個球隊，哦，所以伊計劃我哋較教練就該放心做呀，安尼就唔會少啊。伊該做一些，伊講啊，我哋目標啊，伊哦，我跟你買洋機票，我哋愛來伊安尼威廉波特。我們在一路沒有被看好的情形之下哈，有這個表現哈，我們大家都非常的這個高興啦。可能係間齊生命呢，也從比賽爭開始啦。怕係想要完成間民農4年呢，強下去威廉波特的夢想。沒冇聽錯，係我間民農掉下未來嘅希望。一個民農嘅從叫阿公，還係繼續自己。同好朋友齊生命聽完成渴望完成的信念來達標。伊做的講係每年都去看球隊練球嘅，唔單搶出嚟國泰8的錢，還個貴用心嘅去關心。伊從安尼講啊，28歲咧講拳輸嘅，當達到第2名，啊伊用過好嘅成績咧啊，啊贏從安尼講啊贏嘅冇驕傲，就算輸嘅嘛冇
嘛无挫败啦，就后摆还有机会，就要真的真好。如果我总得像打球啊，以后的无打到球的，相同黄金特殊以后，咱有两个机会啊，无打到球还有输好拖个。讲啊，练球的认真，特殊嘛认真啊。裁判当地要裁判啊哈，4名里面有7、8个还是闽南人啊。啊，如果我先人考到裁判证啊哈，目前这个故乡啊哈，起下来做主审裁判啦。一摆来俺闽南体排班全国的比赛，伊就跟我讲，一种的感觉啊哈，伊话用钱也买唔到啦哈，在自己的故乡当裁判。伊付出的应该我感觉按照企业家相关判断的，吼，所以感觉从一个国人来讲吼，伊睇个企业家地位，伊有回馈家乡的一个想法。所以刘仁认为讲衣锦返乡吼，啊伊的想法感觉应该衣锦荣乡，吼，伊希望讲一些人呢，今日有一个成就。落叶归根，年度事业就会上爱归故乡。就係一種對闽南嘅統寫，一定會種代表嘅很多年，還係幾多呀？每因為一來嘅就韓國誒，將韓國了解家鄉有幾安天，有幾好誒，所以每個出行去做。三第兩次係總結完嘅人生信仰，也係富拉拉伊韓國攀地，韓國出地，對不少家鄉強美，親戚嘅愛啲，我也得屬於自用伊嘅土地。韓國皮，韓國豐富。也推我故鄉闽南哈，中政府一江山，好山好水，一塊土地啊哈，使用人嘅狀態哈，啊人講行商啊，唔當闽南山啦哈，代表大平30年，也係我哋闽南故鄉最好哈。